咸水区公所甲咸水区农会今年努力推广在地美食，就咧办理咸水薏米节、柑仔豆产物节，更透过案内糖厂、影视基地的建设，举办活金港灯节、咸水风炮等知名活动，提升咸水区的知名度。这次为了推广咸水区的物产，特别举办咸水物产展，行销咸水区的好物。今天呢，我们在大圆柏这边呢，摆了一个叫做盐水在地好滋味，我们要跟圆柏碰出一个好滋味来。我们呢，今天有我们的农会，还有我们的商圈有很多摊商都也来了，还有我们的社区都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今天要在大圆柏这边，尤其是疫情的这个期间呢，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产品行销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盐水其实有很多在地的好食材，比如说我们有盐水意面，我们有卤辣辣的小吃，还有我们有在地的一些松饼，还有我们农会也有一些意面，还有我们的地塔崩，好，都非常的好吃。我们希望呢，让很多游客越来越清楚我们。除了我们盐水，除了文化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在地美食。我们呢也希望借由今天我们在大圆柏碰出的今天的好滋味之后呢，希望大家来盐水的时候都能够找到你想要吃的东西，你想要吃的口味，然后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盐水来旅游。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在咸水物产展的开幕第一天，来到活动现场，向市民大众推荐各项好盘手。大家知道盐水意面已经是这5年。但是把那个盐水意面能够跟养生结合在一起，本来盐水意面就很养生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很纯粹的做笋类的对吧？但是要跟和风五行加在一起，强联手，对你的身体帮助很有帮助所以说，在现在要防疫的时候，大家特别小心。那要吃出健康，也要吃出美味。意面本来就很美味跟这和2、3、4、5和风五行。加在一起，这5种食材特别的好。很高兴我们这次能够邀请到这个盐水区这么多好的东西到我们台南大圆柏来这边做展示，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能知道我们盐水区不仅只有好吃的除了我们的意面，还有我们的番茄，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物产以外，那也可以买到其他更多更好的物产品。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所有消费者到台南大圆柏来能够尝鲜到更多盐水区的好东西。咸水物产展4月15到17推出咸水特色美食，包含有古早味传统意面、地头饭、帅哥番茄干，以及高粱香肠、蜜汁肉干、糖葫芦、桑葚牛轧糖、主联龙华月光米等等。16、17两天，还有手作 DIY 教室，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欢迎市民大众报名，家己动手制作芳泡牛轧糖以及番茄小王子吊饰。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